箴言和合本第26章1至28節。夏天落雪，收割時下雨，都不相宜。愚昧人的尊榮也是如此。麻雀往來，燕子翻飛，這樣無辜的咒詛也必不臨到。鞭子是為打馬，頭是為勒驢，刑杖是為打愚昧人的背。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話回答他，恐怕你與他一樣。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話回答他，免得他自以為有智慧。藉愚昧人手寄信的，是砍斷自己的腳，自受。原文是喝損害。瘸子的腳空存無用，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也是如此。將尊榮給愚昧人的，好像人把石子包在機弦裏。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，好像荊棘刺入醉漢的手。雇愚昧人的與雇過路人的，就像射傷眾人的弓箭手。愚昧人行愚妄事，行了又行，就如狗轉過來吃他所吐的。你見自以為有智慧的人麼？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。懶惰人說，道上有猛獅，街上有壯獅，門在樞紐轉動。懶惰人在床上也是如此。懶惰人放手在盤子裏，就是向口撤回也以為勞乏。懶惰人看自己比7個善於應對的人更有智慧。過路避事激動，管理不乾己的爭競，好像人抽住狗耳。人欺凌鄰舍，卻說我豈不是戲耍麼？他就像瘋狂的人拋擲火把，利箭與殺人的兵器，原文是死亡。肩上接火缺了柴就必熄滅，無人傳舌，爭競便止息。好爭競的人煽惑爭端，就如餘火加炭，火上加柴一樣。傳舌人的言語如同美食，深入人的心腹。火熱的嘴，奸惡的心，好像銀渣包的瓦器。怨恨人的用嘴粉飾，心裏卻藏着詭詐。他用甜言蜜語，你不可信他，因為他心中有7樣可憎惡的。他雖用詭詐遮掩自己的怨恨，他的邪惡必在會中顯露。挖陷坑的，自己必掉在其中；滾石頭的，石頭必反滾在他身上。虛謊的舌恨他所壓傷的人，微的口敗壞人的事。